基比病院医团咨询中心负责分家南地区罕见疾病的服务，每年服务超过350名的病友甲家庭。即届父爱涌现爱不罕见的父亲节活动，特别邀请罕见疾病基金会南区天籁合唱团来演出，透过病友因和谐的音乐演唱，团扇无去互疾病拍败，充满生命奋斗甲勇气。活动主要是透过父亲节的庆祝呢，来提醒民众呢，要多多关心我们自己家里的爸爸。那爸爸非常辛苦，那为了照顾家庭呢，付出非常多。但是呢，因为常常都在照顾自己的家人，反而忽略自己身体的健康。那因此呢，我们今天透过这个活动来呼吁大家多多重视家里爸爸的一个身体健康。那另外，我们也搭配罕病的这个介绍呢，来提醒呢我们很多呢罕病的家庭。他们的家长比一般的家庭更是辛苦哈，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利用这个机会，邀请我们的天籁合唱团透过歌声来感谢他们的辛劳。那此外，我们的活动还有包括癌症的筛检，特别是在今年我们已经加入这个第5癌这是肺癌的一个筛检。那也希望有家族史的这个男性，或是这个女性，或是有重度吸烟的男性、女性一样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肺癌的筛检。也可以享受2年1次的免费的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现场嘛就以罕见疾病小美的爸爸甲大家来分享，因为本身甲小美拢是外胚层增生不良症的病友，也就是俗称的无汗症，唔定需要定期来回诊，嘛爱克服生活上面临真侪的无方便。因为他们是无汗症。所以他们不会流汗，所以在他们要上幼稚园之前，我们也是一直探访很多那个幼儿园，因为很多幼儿园对罕病都不太能接受，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被嘲笑了。那老师用很温柔的方式去引导所有的学生去接纳这罕病的学生，那所以其实罕病有时候。不是只有外表罕病，有时候是他们身体，那有一些人就看不出来，像我本身也是无汗症，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有肾脏阻塞的，因为外表看不出来。现场除了罕见疾病基金会合唱团的演唱，另外病院还佮安排营养师健康饮食的咨询。加医科的解分咨询，以及幼民视障协会的猎龄服务，加有癌筛检的宣导等，希望共同守护全家加父亲的健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